的心较大，也无所毋知。所听的兄弟啊，心若无责备咱，就咱上帝有好胆。搁记若咱所求的，就对伊得着，因为咱守伊的命令，伫伊的面前行伊所欢喜的代志。也伊的命令是安尼，就是咱信伊的囝耶稣基督的名，搁大家相听，照伊所予咱的命令，守伊的命令的人，就踮伫伊，伊也踮伫因。咱对安尼知，伊踮伫咱，是对伊所予咱的神。以上，请本堂课团队来讲道，题目是因为有听。咱同心来祈祷。全能的爸上帝，阮感谢你，搁阮伫主日的时阵组织做伙来到圣殿来敬拜阿罗你。即是求你的信心甲阮同在，开阮的心，互阮的心来领受对你下来的听甲恩典。愿信心的引带，互每一个人拢得到满满的祝福。愿将以下的时间交托伫主你的手中，求主亲身引带，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各位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。今仔要甲大家分享，是即个疼，是即个爱。咱的一生对出世到即马，咱的年岁中间，咱拢接受到无共阶段的时阵，咱拢有一个疼，咱拢有一个爱。咱拄出世有父母咧疼咱就去接受到父母的即个疼。当咱年纪渐渐大，咱去学校内面去学习的时阵，咱有一寡同学，有一寡朋友，咱有一寡朋友之间的迄种爱。年岁搁较侪，等到会当要来结婚娶某的时，咱就交男女朋友的迄阵，迄个时阵，还佫有爱情。伫咱的一生中间，咱常常拢咧接受、领受着即个疼，同时咱嘛咧付出即个爱。啊，那安尼来讲，即个爱，也是讲即个疼。到底是啥物呢？这个爱敢会当用计算机来计算，来量出讲有偌济数量吗？也是会当讲用一项物仔来量讲有偌济吗？这个疼，这个爱，敢会当看到的呢？我引用一个1988年一个学者伊提出的一个爱情的三角理论来讲，伊讲一个爱情内面。应该爱包含有三种的迄个成分伫内面。第一种是真亲密的，第二种是一个热情，第三种是一个承诺。拿来看，亲密，伊要表指的是，伊所指出的是迄个情感的迄个层面，彼此有欢喜的迄个感觉，想要甲对方做伙迄个亲近的一种感觉。那咧第二项。迄个热情是咧讲，咱有一个动机，咱有一个想要甲对方做伙结合做伙迄种意愿伫咧。即个动机包括会当互咱讲对方对咱真有迄个吸引力伫咧，有一种浪漫的一种欲望伫咧。也是讲伫讲爱情的内面，咱男女双方咧谈恋爱时，咱拢会讲哦，即个查某真正足缘投的，即个查某是足水的。那来看，这个动机就是要确实一个外表吸引大家做伙的一个动机，这就是一个热情伫咧。第三是一个承诺，伊要讲的是，我愿意甲对方，无论是短期还是长期，做伙一个意愿啊，甲决定。短期是讲，我决定要去爱这个人，我对伊有一个承诺。长期来讲是。对两个人中间一个亲密关系，做一个约束，做一个约定的一个长久的一个承诺伫咧。那你来看，亲密是爱情内面一个感情的迄个情感的一个成分伫咧，热情是一个动机，承诺是一个人脉的一个部分。伫这三种的内面，这个学者伊甲做一个排列组合了。伊有8种的方式会当互咱看到。伊讲，你若敢若介意，迄敢若包括一个亲热尔，就是你敢若情感上面的一个层面伫咧。你若是迷恋，你敢若一个热情、热情伫咧，你无其他的物件。那敢若是
空空的爱，迄个是敢若一个承诺尔伫咧。若是一个浪漫，迄个是一个亲密甲热情结合做伙的；若是一个友谊，迄个是一个亲密的关系甲一个承诺组合而成。啊，搁有就是昏庸之爱，伊敢若有热情甲承诺伫咧尔，完全无爱，就是三项拢无。即个学者上尾讲，一个真完整的爱，就是即个三个拢爱有共款的比例伫咧。有时可能你即个较侪一点点啊，有时即个较侪一点，但是无论如何，这三个都应该爱包括在内。过去咱自细汉到大汉，咱拢爱过，咱嘛互人疼过，但是咱敢有真正明白，迄个爱是啥物呢？即个爱意义到底是啥物？拿来讲，咱就会问讲，即个爱是对倒位来的？咱拢会讲，因为咱拢是基督徒，咱拢知影讲，即个爱是对上帝遐来。那咧，我要问恁，恁哪会知影？恁哪会知影讲，即个爱是对上帝遐来呢？伫咱对爱，咱有真侪想象伫咧。咱去想象，咱互人爱迄个时阵，还是咱去爱别人的迄个时阵，即个过程中间，咱有侪的期待伫咧。咱嘛去想象，迄个上尾结果到底是啥物？咱有即种爱的能力，是对倒位来呢？是对上帝遐来吗？其实对上帝创造的开始，创造这宇宙万物的开始，当亚当甲夏娃因犯罪了后，上帝要求为因备办因后壁的生活。当该隐杀害伊的弟弟亚伯的时阵，上帝互该隐伊的性命会当阁继续活落去。当咱人类不断咧犯罪，不断咧做一寡上帝看做歹的代志的时，当咱心中所想所做的拢是遐歹的时阵，上帝借着挪亚，伊互咱人会当继续延续落去。上帝嘛甲亚伯拉罕立约。互亚伯拉罕的互伊做甲敢若天顶的星，地海边的沙，而且佫赐伊迦南的全地做因永远的产业。后来以色列百姓出埃及，伫旷野生活40年，进入迦南地，建立王国了后，一直到耶稣基督来的时，耶稣来到这个世上，通过耶稣的受苦、定十字架、流血、死、过活，在这个过程中间，对咱人被造，一直到即马这个历史中间，咱其实拢不断咧犯罪，咱不断咧甲上帝有无共款的意思，咱永远拢咧做一寡上帝所看有做歹的代志，因为这个罪，咱甲上帝隔离了。上帝无因为安尼，就无爱插咱。上帝一摆搁一摆咧接纳咱每一个人。上帝知影咱正人的软弱，伊就互耶稣基督为咱牺牲，钉伫十字架顶面死，然后借着耶稣基督的过活，上帝将伊的疼伫即个时阵显明出来。显明出来了后，咱会使真实的去体验到即个上帝遐来的疼。即个疼是对上帝遐来。无论咱最细汉、甲大汉、甲即马，咱所领受到的每一种的疼，也是爱，伊的源头，拢是对上帝遐来。上帝伊即个无通比的疼，咱要安怎得到？真简单，咱只要信靠耶稣基督，即个疼就伫你甲我的中间。有一条歌，伊的华语，伊歌词是安尼写讲：如果你想知道。这条歌的歌名讲，你若想要知影什么？如果你想知道爱在哪里，爱就在你我的周围。如果你想知道爱在哪里，爱就在父母的心里。如果你想知道爱在哪里，
爱就在成长的生命中。如果你想知道爱在哪里，爱就在每一个微笑里面。这个爱，这个疼，其实拢伫咱的四周围。伊显明上帝会疼伫个中间。这个歌词后壁讲，这个爱是伫咱每一个人的笑容顶面。所以今摆我邀请你，甲恁隔壁笑一下，互伊知影讲你对伊是有爱。这个爱毋那是外表，咱用笑会当看到尔。这个爱嘛是爱有一个行动，一个真具体的行动伫咧。当咱领受别人的爱，真简单。咱每一个人拢真爱别人来爱咱，来疼咱。咱嘛有真介意的人，咱嘛真容易去付出咱的爱。一般的人拢真愿意甲人分享，迄个对象是你介意的人。也毋过，有的人搁较愿意付出因的性命的代价。伫20年前，1990年的5月份，台北市有一个幼稚园，叫健康幼稚园。这幼稚园因要出去做户外教学，因就租一台游览车。迄台游览车驶到迄个六福村的路顶面。无拄好，这游览车发生了火烧车的意外。伫火烧车的迄个时阵，有一个老师叫林静娟老师。伊迄时阵已经带真侪囡仔离开游览车伫外口，但是伊看到游览车顶面还佫有侪囡仔伫顶面，所以就更紧起哩去要将遐囡仔甲因带落来游览车下骹。无拄好，迄个时阵游览车爆炸。伫爆炸之前，伊将8个囡仔送出去游览车。上尾，即个游览车顶面拢总有23个，包括即个林静娟老师，伊拢牺牲，伊拢失去性命。当拍火兄弟将即个火拍化了后，因看到即个老师，伊身躯摸着4个囡仔，甲因保护伫咧。所有人看到拢真感动。这林静娟老师，伊用伊所有的气力来拯救囡仔，搁伫上尾搁咧保护遮个囡仔。我想，这就是一个疼甲爱的上大的表现。对咱人，咱所介意的对象，咱真容易付出咱的爱。但是上帝爱咱伫爱的实践顶面是有挑战的。是有困难度的，迄个困难就是伫咱要去爱咱无熟悉遐个人，也是咱要去爱遐需要咱帮助、因真困苦的人，甚至讲是咱所看遐无可爱的人。教会伫过去这2-3年来，有咧做温友的事工。这个温友，咱甲称作温友的原因是。因为因嘛是会当领受恩典的人，同时咱嘛会当将这个恩典甲因三角分享的人，因为有这2层的意义，所以我无要用解忧还是忧民来甲因贴标签，因为那呢，大家拢会开始想象，因的身躯所穿的衫是不是无够清气？因的身躯顶是不是拢有一寡奇怪的气味伫咧？因的生活是不是拢伫困伫公园，还是困伫路边？甚至伊拢无头路，咧四过乱说。这个温友其实伫咱的中间，是咱毋捌的，是因有需要。最近天气渐渐热，因的身躯真正有味。伫顶礼拜，就几来个身躯有味。我毋知当遮个人徛伫你的面前，咱的反应是会安怎？是紧离因远远的，还是甲边仔低咧，无去呼吸？无论安怎，上帝将遮个人放伫咱的身躯边，就是爱咱对上帝遐领受到的爱，来甲因三角来分享。上帝甲因放伫咱的四周围，就是爱咱去付出遮个人因所需要的。上帝将遮需要爱的人放伫咱的四周围，爱咱去关心，爱咱去付出，去了解，去明白因的需要。咱就要用上帝恩典。较疼来满足因的需要。教会社区的事工有真多，
但是咱的异乡上坚持的一点是，做伫上至美色兄弟身躯顶，就是做伫主耶稣基督的身躯顶。因为安尼异乡，所以当咱咧面对咱身躯边遐周围的人的时阵，咱爱做的就是去实践耶稣基督的疼。这个爱，毋是条理，毋是法律迄种的看起，嘛毋是像拄仔甲大家分享的迄个爱情的三角理论，迄种理论尔。这个爱是要用实际行动来表达。你会当对你周围的兄弟姊妹、你的亲朋好友，也是你的厝边开始做起。伫你能力范围内面，你会当做的，你就去做。你做的若是一点点小可代志，迄嘛是一个疼的行动。这个行动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牺牲，将咱结连做伙。所以来讲，这个疼是结连咱所有关系的一个关键的所在。咱今仔所读的约翰一书，以及后壁约翰所写的约翰二书、三书内面，伊所有内面拢咧表明一个疼的一个概念伫咧。伊内面用的迄个疼的原文是阿卡贝，在这个批信内面，拢总出现62摆。伫新约圣经内面，这个字拢总出现310摆。所以咱来看到，在约翰的批信内面，伊对这个爱的重要性，伊安尼咧强调。伊强调讲，这个爱是对迄个有爱的上帝遐来。所以咱会当讲，上帝伊本身就是爱。上帝的爱，伫伊的囝儿耶稣基督的死，迄个时阵，咱来显明。耶稣的死，毋是为着伊家己，是为着咱众人的利益，然后献上的一个赎罪的祭。这个祭，咱会对这个行动内面去看到上帝对咱人的这个疼是遐尼啊大。那呢，咱会当渐渐来明白了解上帝为什么来爱咱。上帝的爱是无条件的，对上帝这种爱，咱爱回应的就是咱爱来爱上帝。咱人对上帝的爱是有一个感恩、感谢的意义伫咧内面。有爱的人，就是咧表明因是对上帝遐来的，因为因是对上帝遐来。所以上帝借着咱的性命来显明伊的爱，因为伊的爱伫咱的内面，咱的性命来表现出来。所以这个爱是通过十字架顶，咱甲人结连，甲上帝结连。耶稣基督为咱钉伫十字架顶死，这个爱，互咱甲人中间有通结连，互咱甲上帝有通结连。那呢，这个十字架顶面的爱是要有实际的行动。这个行动就是上帝伊做了一个模范，互咱明白了解，伊想出伊的独生囝耶稣为咱背命牺牲，所以伊有一个行动来表现伊的爱。伊嘛是来表明，伊这个爱毋是世间的爱，是一个对上帝遐来的。因为咱人拢咧犯罪，咱的罪互咱甲上帝隔离，所以上帝无因为咱甲伊隔离，伊就无搁继续爱咱每一个人，所以伊。因为爱咱每一个人，伊即个爱，耶稣基督伫十字架顶，还搁咧忍受人对伊的侮辱，所以耶稣基督即个爱，嘛是永远咧忍耐的一个爱。伊忍受着人对伊的一寡苦难，所以伊来表明伊即个爱是一个永远的爱。伊嘛是一个慈悲公义的。十字架顶显明了上帝即个性情伫咧，伊嘛无掠家己最悬，伊完全照上帝旨意谦卑家己，互即个爱会当表现出来。而且伊伫十字架顶的时阵，伊无因为甲伊边仔迄个甲伊顶十字架的人咧取笑侮辱伊的时阵，伊就无撩下伊，甚至遐甲顶十字架的人、十字架顶的遮的人，伊嘛求上帝来原谅伊。因为因所做，因毋知。十字架顶所要显明上帝的爱，是一个得胜的爱。十字架毋是单一个牺牲的爱，是一个有果效的牺牲。这个牺牲是咧解决咱人所有的罪，
而且互咱人有毋忘甲使命，是一个有关联拯救的爱。咱来看，这个爱是互咱甲上帝有正确的关系，这个爱是互咱甲人中间有一个正确的合宜的一个关系伫咧。咱来看，彼此相听是上帝的命令，咱就要相信上帝囝儿的这个名了后，咱就知影耶稣基督是对上帝遐来，所以耶稣基督的命令，咱就要顺服，咱来彼此相听。所以彼此相听是上帝的命令。伫约翰福音书13章34节，内面安尼讲：我用新的诫命予恁，就是恁着相听，亲像我捌听恁，恁也着安尼相听。恁若相听，众人要对安尼知，恁是我的学生。咱要彼此相听，这是命令，咱要遵守。咱当咱遵守的时阵，咱就是咧行伊所欢喜的代志。上帝的命令就是叫咱信伊的囝儿耶稣基督的名，而且照伊所赏赐予咱的命令，彼此来相听。对上帝的听，咱来表现出来，伫顺服伫伊的诫命顶面，都是咱表现出来咱的相听。但是要安怎来表现呢？上帝已经予咱一个模范，叫咱只因为信伊的人得到顶头生的人，咱爱安尼来行。所以咱要安怎来相听呢？咱爱伫喙齿顶面来相听，咱爱伫行为顶面咱来相听，咱爱伫信息顶面咱爱来相听，咱爱伫真理顶面咱来相听。伫今仔的经文讲，咱爱相听，毋通是伫言语甲喙齿顶面尔。即句话的意思，毋是讲咱袂当用言语甲喙齿讲话来表现咱的爱心。伊要讲的是，咱要用言语来安慰、辅助遐拄着困难的人，但是毋通干那伫即顶面尔。咱毋通干那讲尔，咱无迄个心，咱一个虚伪一个爱表现出来。伊讲即个是世间的爱，咱基督徒，咱的相听是爱有伫心内的，对心出来所讲出来即个相听，即个相听。咱爱表现出来是，毋是看到别人有需要，咱干那讲尔，咱确实无去做任何的动作。这种相听只是表面的，所以咱爱伫行为顶面，咱就爱来相听。意思讲，咱所做、咱所讲的，对咱心内所出来，咱伫咱的行为顶面会当看到。咱将咱所有看到别人的需要的时阵，咱会将咱有的物件甲人来分享的时阵，迄才是真正的听。雅各书第2章15节、16节，麻烦来讲，若是兄弟也是姊妹，因为赤身肉体，佮欠了普通每一工爱的啉食，恁中间若有人对因讲，平平安安的去，愿恁穿的少，食的饱，确保互因身体会当所需要用的，这有啥物利益呢？也是讲，咱伫咱的信仰内面，咱拢知影，但是咱若无实际行动的时阵，这一切拢是空的。那安尼来看，爱伫行为甲信息上顶面，咱爱相听。有你的行动出来了后，其实爱对你的内心迄个真实的心，咱爱来看。一个人真正有心，真爱你，咱会当对伊的最方面会当看出来。会当感受到，但是有的行为，咱嘛当看袂出来，伊到底伊内在到底是啥物？所以，这个听心，毋那是爱有行为的表现，伊所表现的嘛还是一个真真实的行为，这才是真正的听心的证明。咱的相听已经表现伫行为顶面的时阵，比如讲，咱伫物质上，也是咱的心灵上。咱放弃了咱家己的利益，去帮助了兄弟。那呢，咱安尼做的时阵，咱真好。也毋过，当咱咧做食的时阵，咱也为着家己的需要，比如讲，咱想要借着互对方啥物物件来得到好的名声，也是咱要借着来帮助人，互人看到咱所做的时阵，这个行为其实都毋是真正的真实的行为的。
哥林多前书嘛有讲到一种真亲像爱的行为。伊讲就是将你所有的去救济遐送向人，佮互家己的身躯互人烧。圣经无讲即个就是一个爱的表现，但是即种行为，若毋是出自你对内心发出来迄种深切的心的时阵，这就无算啥物。所以咱爱三点，爱出自完全迄个源头，就是咱爱听主，咱爱听上帝，咱爱主，咱爱上帝，因为上帝听咱每一个人，那呢，咱所做的即个爱，咱去关心别人，才会合上帝的心意。伫真理上，咱嘛爱来三听。咱的三听，毋是干那出伫头前几项尔，咱也爱下伫上帝真理的原则顶面。咱的热心，咱也用真理这种知识范围来看的时阵，可能也阁袂歹，但是咱爱徛伫真理顶面。咱爱互上帝得到荣耀，互人得到利益。所以，伫真理顶面的三听的意思是讲，咱伫咱所行一切好的代志顶面，咱无应该有虚假的作为，也是违背真理的代志。比如讲，你用无合法，也是无道德的方法，也是一寡不义的财物去帮助兄弟，也是你伫别人的罪顶面有份。用歹诚最好的安尼方式，绝对毋是上帝的真理，迄是出自你肉体的真理。过去常常有人讲，咱爱讲善意的谎言，为着卖互人会伤心，还是卖互人有安怎？但是善意的谎言，这句话其实就是矛盾。谎言就是谎言，无善意。所以当咱若徛伫真理顶面，圣经甲咱讲。你应该讲是的时阵，你就讲是；讲毋是的时阵，就讲毋是。安尼，即个信息的三听，才是真正上帝所喜爱。伫真理顶面的三听，咱嘛毋通干那顾着伊身体、肉体的需要，咱嘛常时爱顾着伊的灵内面的需要。咱若因为咱的疼心，互别人得到这物质的需要了后，伊所造成。伊一寡真贪心，也是伊真放纵，那呢？这嘛毋是真正徛伫真理顶面，因为有听，因为有爱，这个爱是对上帝遐来，这是规本圣经咧甲咱传达的一个永远袂改变的真理伫咧。其实伫咱的生活中，每一位所在，拢充满着即种对上帝遐来的听。尤其当你愿意将你所领受的这个听，甲人来分享的时阵，无论你面对的是甚物款人，无论你面对的是温友，是路边无熟识的人，当伊有需要的时阵，你将这上帝的听甲因分享的时，这就是上帝爱咱做的。嘛，请大家会记得耶稣基督所讲的。做伫至美世兄弟的身躯顶，就是做伫主耶稣的身躯顶。因为上帝听咱每一个人，称呼咱成做伊的囝儿，咱来回应，咱怎来回应？咱来恢复到迄个一开始上帝创造的迄个环境内面。伫创世纪一开始，上帝创造宇宙万物的时阵，上帝讲。这一切拢是好的，所以当咱明白了解这一切拢是好的时阵，咱领受到对上帝遐来的听的时阵，这是一个极大的恩典伫咧。咱原本是无应该得到的，但是因为上帝的听，咱真做领受这个恩典的人。上帝互人伫耶稣基督内面享受有伊的听、怜悯。而且是无条件就会使摕到的，所以咱用行动来回应一切永远袂改变的听。所以，请各位兄弟姊妹，伫你的生活中，你都爱来听你的厝边。这个厝边其实咧讲的，就是你本身以外的人。这个人无论伊是你熟悉无熟悉，有可爱无可爱。你拢爱用对上帝遐来听，来甲因三甲来分享，互因真实的去体会到上帝的听。
咱同心来祈祷。亲爱的主耶稣，阮感谢你，因为阮知你因为爱阮每一个人，所以你伫十字架顶为阮的罪钉伫十字架，到保会显明了上帝伊迄个极大的疼。我爱学习你这种疼，我爱将这个爱